歡迎收睇一節風暴消息。乾燥嘅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帶來普遍晴朗嘅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大部分地區嘅相對濕度下降至40%左右。此外，一道雲帶正覆蓋南海北部。喺正午12點，強烈大風暴天琴集結西西與南約380公里，預料向北緩慢移動，橫過南海南部。睇下大船路徑圖，天琴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105公里。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表示火災危險性極高。現時溫22.5度，相對濕度40%。預測天氣非常乾燥，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漸轉多雲，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2-3日，溫度及相對濕度回升，大致多雲及有一兩陣雨。下周中期天氣稍涼。東北季候風會喺未來2-3日繼續影響廣東沿岸地區，而受一道廣闊雲帶影響，該區雲量增多，有一兩陣雨。預料一股季候風補充會喺下周中期為華南沿岸帶來稍涼嘅天氣。隨住覆蓋沿岸地區嘅雲帶喺下周後期逐漸轉薄，該區天色好轉，日間乾燥。此外，熱帶船天琴會喺未來2-3日於南海中南部徘徊，隨後大致移向越南南部一帶並逐漸減弱。另一方面，與熱帶船深馬爾殘餘相關嘅低壓區正為馬來半島以東海域帶來不穩定天氣，並有可能稍為增強。今節嘅風暴消息報完畢，多謝收睇，拜拜。